台中大安濱海陸橫為這個月3月開始正式對外開放，講這個7.6公里的沙坡上引人注目。海洋對春天涼冷的海風佇咧跳漫步，中台灣潛水勝地大安濱海陸橫正式迎接遊客。市府管理局講，今年園區為3月開始開放到年底，逐工透早7點到下晡6點，民眾攏會當來到海沙坡耍。千萬不要跑到那個接近海裡面的地方去，而且這邊是禁止游泳只能夠戲水。大安濱海陸橫海峽佇咧去年已經公告轉型做開放式的水域，讓民眾會當親近海洋。尤其上水之前，上好先調查漏水的資訊，嘛會注意海沙坡的警示記號。浪高跟風速比較大的時候，我們就會更換成紅旗，那這部分就禁止下水。未來也針對海洋觀光季推出活動，讓台中海線變更加熱鬧滾滾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